这期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雪域漫谈访谈节目，我是本期的主持人蒋阳。在时隔5年后，中国当局于8月28日至29日2天在北京召开了中央第7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座谈会上提出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并称要发动群众参与反分裂斗争，形成维护稳定的铜墙铁壁，以及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推进藏传佛教的中国化。对此呢，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邀请到了藏人行政中央驻澳洲的华人事务联络官格桑坚参先生来参与讨论。欢迎格桑坚先生。大家好。首先想请教您的是，中国当局在目前的国际形势下召开第7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意味着什么？那么这个会议有多重要？有哪些中国官员出席呢？那首先呢，我们都知道本月28号跟29号，中国中央在北京召开了西藏工作座谈会。那现在呢，整个国际局势因为从中国武汉爆发的疫情，包括中美贸易战以及南海的紧张局势，台湾、香港，发生的很多活动，所以呢，整个国际局势对中国呢是相当的不利。但我们也知道，8月份据传说，中国也在北戴河召开了所谓的北戴河会议。就是会议之后，中国能够召开这么规模，就是这么高规格的一个西藏工作座谈会，我想中共内部虽然传出有很多不和的声音，或者是有很多矛盾亟待需要解决，但是对民族问题，特别是对西藏问题，他们应该是形成了相当大的一个共识。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局势之下，我想召开的这是一个会议，第一点。那第二点呢，什么是西藏工作座谈会？那西藏工作座谈会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形成的？它起着什么样一些作用？我认为呢，首先我们应该先去了解一下西藏工作座谈会的一个背景。中共1949年入侵西藏，那后来签的17条现役协议，占领整个西藏。59年，尊者达赖喇嘛领导的西藏的合法政府流亡印度，在国外，也就是说在印度成立西藏流亡政府。那整个西藏在中共的严厉管控之下，西藏的生态、西藏的宗教、西藏民族遭受了史无前例的破坏跟劫难。那我们都知道，包括后来的文化大革命，整个西藏文化宝库6000多座寺院被毁，有120多万藏人死于非命。所以中共的这种左倾的这些错误政策，给西藏造成的这种劫难是真的是罄竹难书。那到1976年毛泽东去世，到78年、79年，中共的政策稍微缓和以后，1980年胡耀邦当上中国的总书记。所以胡耀邦当上中共总书记以后，他进行了一系列的这些拨乱反正的一些活动。所以在80年当时80年的3月份，包括84年在胡耀邦的主持之下召开了2次西藏工作座谈会。那2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对中共对西藏的这些错误政策进行了全面的反思，那提出了很多就是说建设性的能够符合民族自治的一些特点的一些政策，包括在西藏呢是全面实行这种宗教寺院的开放，包括在学校里面可以开设的一些藏语文课，特别是要给予西藏最大的这种就是说少数民族当家作主，把大量的汉族干部撤回内地。所以呢80年跟84年的对西藏工作座谈会的总体政策是中共要反省以前的错误政策，对西藏给予一个生息养息的一个好的政策。所以呢，提出了很多就是说很大的这些建设工程，所以对西藏的大力的投资的一些政策。但是呢，
随着中共开始有反对所谓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到89年发生北京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所以呢，整个中国的形势有变化，所以呢，到94年才召开的第3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所以那个时候呢，中共对西藏的政策呢出现了很大的一个变化，把在外的就是说西藏流亡政府定性为达赖集团反分裂势力，说要提出了一个要写打舌头的一个政策，所以呢，在整个西藏要开始实行所谓的爱国主义教育运动，在寺院里面呢开展这种教育活动，因此他的这些政策慢慢的走向一个左的方向，但是呢，政策包括在政治方面越来越管控，但是在经济政策方面，他提出了一个所谓的援藏，就是说对口支援，就是说中国大陆的各地、各省、各地区的人都能够融入到西藏的一个政策。这种政策之下，后来到2010年再召开第4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包括2015年2001年、2010年、2015年，包括现在的第7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所以呢，这种工作座谈会呢规格特别的高，那一般都会中共的所有政治局常委，包括在京的政治局委员，以及全国人大、政协，包括各部委、各省区都会参加。到2010年开始呢，由于不仅仅是西藏自治区，所有周边的藏族地区都从2008年开始爆发很多抗议活动，所以呢，从2010年的第5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呢，就把周边藏区的这些政策也统一纳入到中央西藏工作座谈会的一个工作范围里面，包括2015年开始邀请除了西藏自治区以外，其他藏族自治州的党政领导一把手来参加会议。到今天，也就是说这2天召开的第7次会议上，也就有这些所有藏区的就是自治州、自治区的党政领导一把手参加。因此呢，这个会议呢就成为了中共对西藏政策的一个最高决策的一个决策会议，所以呢，它的规格特别高，也就是说广受注目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好的，谢谢。那么我想再次请教您的是，那么本次的座谈会需要注意的重点在哪里？那么您是否可以谈一下本次会议对未来西藏问题的利益和弊端呢？本次会议呢主要是全国政协主席的汪洋主持的，因为汪洋，他又是中央对西藏工作领导小组的组长。那会议里面当然也有很多省区，包括藏地的有些人的发言。最重点呢是习近平的一个讲话那这个讲话呢应该算是一个按照中共的这种宣传法，应该算是未来中共治藏的方针，就是方略。那这个会议里面呢，主要呢，习近平呢提出了个所谓的一个是个必须。是个必须呢，我们知道2015年的第5次中央西藏工作座谈会上曾经提出一个6个必须，其实那个6个必须跟现在的10个必须中间呢有很多的相同之处，有些呢把一个必须划分到2个必须就变成了一个10个必须。那这几个里面呢虽然他提出了一个党八股性的一个10个必须，但最重要呢，我们应该看到他说制定这些政策，他需要确保一个什么？所以呢，所有在中国就说中共这次会议上的定调呢，就是第一个要确保国家的安全和长治久安。习近平2013年他曾经提出过一个所谓的治藏方略的一个总的一个所谓的一个指导思想，就是治国必先治边，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那问题是治边先稳藏，怎么稳藏，如何稳藏没有一个具体的一个指导措施。所以呢从习近平当政线到现在，西藏出现任何事情都是以维护稳定，就是说
先稳战为基础，那稳战呢就是动用军警、动用军力进行镇压的方式。那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一个指导方针呢，一直也连续的现在。那这个里面他还提出所谓的确保人民生活水平提高。那所谓的这种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他讲的又是什么基础设施建设、青藏铁路，包括川藏铁路怎么建设、怎么投资水利建设，这些都是具体是当地人民能够得到利益吗？还是为了就是说牢固的掌控西藏，把整个中国成为一个整个战略要地，这都需要就是说为整个高层的政治负荷去设定。那这里面当然有一个所谓他提出一个生态建设，包括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就我提出了一个确保呢就边防巩固跟边境安全。所以呢，现在因为正着中印边境的这种严峻的这种对抗状态，所以呢提出了这个以后，我们也知道29号会议结束，29号晚上也就中印边境发生了这种冲突。所以我认为呢，这有很多这样的一些联系。那这里面最需要关注的呢，我认为所谓它里面讲的是6个要。第一个呢，跟以前不一样的是，他说要动员当地的就是说西藏民众要反分裂斗争，形成一个什么强大的一个铁墙，什么铜墙铁壁。所以这就是一个跟以前提的不一样的一个方向，那就是要进行维稳了。第二个就是他讲一个所谓的一个就是说各民族，或者说西藏跟藏族跟汉族之间是所谓的一个交往交流，什么融合，什么中华民族的这种爱国的什么思维，这些呢他就要进行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要编入的课程里面，要对小学包括中学包括大学每一个都要进行洗脑式的教育，就是要篡改历史这非常清楚。那第3个呢是要所谓的一个宗教要中国化。那你所提出的宗教中国化，其实就是第一个你要对宗教的这种教育进行歪曲的这种解释，还要加入到在寺院里面必须要挂什么中国领袖像包括要升国旗，还要学习政治思想所以呢特别是他要切断所谓的外国势力对宗教的干预，其实要对包括尊者达赖喇嘛为首的所有宗教高僧的这种转世的认定权要掌握在所谓的国家手里面。所以呢，这些对其实就是说到底就是要同化西藏消灭西藏的语言文化宗教，包括它的民族特性。所以这些呢表露的非常的牢固。除了这些以外，那我们知道这次的西藏工作座谈会他提出的所谓的治藏方略里面除了就跟以前所讲的这些以外，就是比较相同以外，在具体的实施过程当中他提出了更具体的一些实施细则。好的。那么格桑坚森先生，那么本次会议呢，于5年前，也就是2015年召开的第6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有哪些不同和相同的点呢？对，那我前面稍微提到过，这次习近平讲话里面提出的一个是个必须。我也提到过，2015年也提出了个6个必须。那这6个必须跟是个必须里面有一些不同比如第3个，原来2015年他曾经提出一个必须牢牢把握西藏社会主要矛盾和特殊矛盾，把后面的加上一个也就是说坚持对达赖集团和斗争的方针和政策不动摇。这个呢，这次呢就没有提出坚持对达赖集团的斗争和方针的政策不动摇，他反而提出要动员就说西藏当地民主要进行反分裂，形成铁墙铜壁。那这里面呢，也就是说以前2015年是要
政府，也就是说当政者要进行这样的反分的斗争，现在是要动员民众去搞，所以呢，这就会成为一个以后在西藏搞这种检举揭发，以这种政治斗争的方式，像形成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一种方式，造成一个西藏境内外藏人境内外之间的一个矛盾，所以呢，这是非常阴险的一个，我认为一个说法。第一个。第二个呢，他以前讲的是主要矛盾跟特殊矛盾，这次没有讲，直接讲的是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那他在这个里面呢，就把这些工作呢，就整个西藏工作的一个着力点，所以把这些提得很高。那这些提得很高里面呢，虽然提出的所谓的讲的是加强民族团结，好像听起来很，怎么讲呢？就是说听起来好像很好，民族需要团结，但是呢，在实际操作当中，他以前把所谓的民族通婚，那大量的汉人涌入西藏，那藏人呢，如果要说一些自己的语言文化遭到这些削弱，说自己民族的一些权利，这些都会扣上一个你是，也就是说反对民族团结的一个大帽子。以后呢，就是说。涌入进来的汉人得到了很大的利益，而藏人呢也会遭到这种政治帽子以后的进行打压。特别是他在这一所谓的今年他通过的一个在西藏创建民族团结示范区这样一个条例里面，在很多地方其实把这样的一些工作把它形成为就是说当地工作者、当地干部的一个政要来考核，所以呢，这种既作型的，这种划分阶级性的，有些是变成民族团结的一个示范点，或者说先进人，有些呢是你不是提倡民族团结的，需要打压的这一方，所以呢，在西藏呢形成个很大的这种矛盾，所以呢，跟以前的不同点呢，就变成这些方面。那总的框架，也就是说总的脉路是一样的，也就是虽然一方面在讲要大力提倡或者说发展西藏的民生，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它其实呢要对整个西藏的历史、对西藏的宗教进行篡改，对藏人进行全方位性的洗脑政策。所以呢，这样的政策一旦实施起来，西藏的前途、西藏民族的未来真的是堪忧。好的，谢谢，非常感谢。好，我的第4个问题是，对于中国政府错误的治藏政策，我方需要如何展开今后的工作和调整应对的方式呢？对，那习近平执政以来，尊的达赖喇嘛，包括藏人行政中央曾经提出过很多善意的一些建议，包括肯定习近平的一些对藏政策，这样的一些善意的表达呢，非但没有得到善意的回报，反而习近平对西藏的政策是越来越走向极端。达赖喇嘛包括藏人行政中央解决西藏问题的政策，也就是以中间道路，能够就说是西藏问题能够得到一个好的一个解决，这个政策呢是不变的。但是呢，现在从2015年的第6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包括之后，一直到现在这西藏实行的这些极端错误的对藏人这种政治上的歧视，对语言民族语言文化的这种同化政策呢，其实真的让境内外的藏人都非常的失望。但呢，在这样的一些就说真实的这种现实情况之下，那我们应该怎么做？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那我们也知道，我们流亡在外的藏人，包括藏人行政中央领导的我们在外藏人所从事的事业，就是为了争取西藏的自由，真正的就是西藏境内的藏人能够得到
他们自己一直以声明来保护的西藏自己的语言文化，包括达赖喇嘛能够返回西藏。但是我们虽然有这么好的一些意愿，中共又完全不理会我们的这样意愿，那我们应该怎么办？所以我想呢，听众朋友包括观众朋友应该需要知道一些我们藏人现在有些什么东西，我们有些什么实力，能够跟中共抗争。我认为这点非常重要。第一点，西藏问题，西藏的抗争斗争其实是当今世界现代社会抗争时间最长的一个民族，那他能够坚持60多年，能够坚持下来，包括将近70年能够坚持下来，他有他自己的一种很强的一个社会根基。那第一点，我们藏人，我们必须要认识到，我们有一个所有的境内外藏人能够凝聚成一个共同体的一个法宝，这就是我们的尊者达赖喇嘛。所以西藏境内藏人也好，境外藏人也好，我们如果能够像达赖喇嘛这样的一个我们的宗教领袖，包括我们的精神领袖，我们的法宝的共同的他像这样的一个存在，那这样呢，我们这个民族呢不会走向分裂，他的实力呢永远会在。第一个，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软实力。第二个，我们一直看的是西藏境内藏人的这种不灭的勇气，他们爆发的这种爱国认知。如果西藏境内的藏人中共的这种严厉的控制镇压之下，他们失去希望，或者说在经济的这种诱惑之下，他们发生了质变。我们在外的10多万藏人其实根本不是什么实力，但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的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文化、共同的信仰，特别是藏传佛教所有的宗教领袖都在国外的这样的一些历史条件下，西藏境内的藏人的心是向着外面的，那我们境内外藏人之间的这种链条，就是说砍不断的链条，中共无法渗透的这种链条，是我们西藏问题得以解决的一个我们的最根本的一个基石。所以呢，我们需要坚持我们民族境内外藏人之间的这种链条。那我们还有一个最大的发布，就是我们跟其他民族像跟其他的抗争活动不一样，我们有一个成熟的完全民主化的一个政府。那这个政府虽然小，但是呢，我们的这种运作方式，包括我们政府的在国际上的这种活动能力，60年的这种经验，可以在西藏境内发生的任何事情，我们可以也就是说提交的各世界的各国，还有我们有很多国际上的一些我们的怎么讲呢，支持组织。所以呢，西藏问题永远都会成为国际上永远都就是说消灭不了的一个声音。所以呢，我们现在所有的这些我们的软实力，我们能够坚持下来，包括国际社会对西藏正义斗争的一些支持，不管是政府的各个国家的议会、政府，包括非政府组织的一些支持，媒体的宣传。所以这些加起来，其实我们有很大的能够跟中国抗衡的一些实力。那现在中共不仅仅是它的国力问题，包括香港、台湾，还有周边国家、南海，以及跟整个自由世界的这些对抗，中共其实他自己的处境是越来越糟糕。因此呢，我们相信，虽然中共对西藏所实行的政策是越来越走向极端，越来越走向这种残酷镇压的方式，但是呢，我们西藏作为一个民族，作为一个具有上千年的有非常的文化底蕴的一个民族，不会这么容易在一些现在所实行这些政策里面我们被消灭掉。我们坚定我们自己的信心。那格桑先生您是否对上述的问题需要进行补充的呢？
我已经讲了很多，没有什么特别补充的。但是呢，我这里面呢再提一点，也就是说，不管是2015年还是2020年的第7次工作座谈会，他们所提出的必须里面，它一些呢是进行宣传性的，让就说国内上看的，一些它是必须要实行的。这一点呢，我们需要区分一些，比如。第一个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它下面一个就是说坚持民主区域自治制度。我们知道前2个它必须要去实行，而且要强力去实行。但是呢，在这样的一个人治的一种强力执行之下，你所谓的坚持民主区域自治制度，这是一个空话。第一个，第二个，他把西藏工作的这种。必须坚持以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为着眼点和落实点。所以呢，你任何工作都必须要坚持以维护祖国统一跟民族团结为着眼点。那这样的情况之下，你在这里面提出了多么漂亮的所谓的民生的提高，包括西藏这种生态环境的这种美化，这些呢。你完全可以牺牲，因为这些都可以牺牲掉，你不用去执行。而在这些里面，他又在20字方针，就说习近平治党方针20个字，所谓依法治藏、抚民心藏、长期建藏、凝聚人心、落实基础。比如这些里面，你依法治藏其实一句空话。你没有任何的法律可依法，所以呢，完全在践踏中国的宪法，包括中国的民主区域自治法。那抚民心藏，你抚也可以，反正你要建设所谓落实。但凝聚人心，习近平的这句话，你怎么凝聚人心？习近平的凝聚人心，人心里面，你真正的要明白，你要想凝聚西藏人的民心，西藏人真正的需要的是什么？这个。中共包括中国的最高决策者，他需要知道。但是现在最大的、最遗憾的是，不管是中国的决策机构，或者说在藏地当政的领导也好，或者说向中央反映的这些所谓有通道的这些所谓的来回跑的那些人，他们根本没能把西藏人的真正的人心、真正的民心，也就是你不管再投多少钱，在建设多少的机场、公路，其实你如果要搞这些建设的最终的动机和目标是要消灭这个民族，那你永远凝聚不了这个民族的心。特别是你把这个民族所来于信仰的，就像自己的生命比自己的眼珠还要宝贵的真的达赖喇嘛，把他污蔑为一个敌人去进行打压污蔑，你怎么能够凝聚西藏的人心呢？所以60、70年过去了，中共对西藏人的人心或者西藏人的真正的需要的什么东西，其实他还不明白，所以所制定出来的政策往往都是与西藏的民心相悖，永远得不到西藏人的心。你可以用强性的武力，你用人力资源去掌控整个西藏的外部资源，但是呢，得人心者才能得这个地方，这恰恰是中国所做不到的。谢谢，非常感谢格桑坚森先生接受本台的采访，非常感谢。谢谢。观众朋友们，本期的学艺漫谈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欲了解更多有关西藏境内外的讯息，请登录屏幕下方的网址。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